伫咧古早行出外人地头青疏天真下笔的时阵，牙刀喙快，伫路边会放一锅茶水，顶头写着皇茶。今了有企业甲公家机关合作开发一个号做皇茶 App。不过，伊唔是要请人啉茶哦，是要利用 App 找倒位通好茶水，唔但环保也减少粪扫。早啉水管仔出门，想要倒滚水，手机 App 一试，就会当查到你家己上近的皇茶站伫倒位。过去嘛捌有相共 App， 不过这支皇茶 App 除了公家机关的皇茶站，嘛邀请企业点头加入，透过互动佚佗的方式，不管是饮水机、啉水台，也是大茶股的资讯，拢通掌握，找水啉变加解趣味。民众透过这 App 去找水，或者着阮迄点数，点数会当去阮迄店家遐兑换伊的商品，像宝可梦安尼去用佚佗的方式佫会当去熟悉到这店家的伊的故事，这是一个足特别的皇茶的文化。皇茶 App 透过公司协力，甲环保署打造出所谓行动的啉水地图。伫今年的总统杯黑送，摕到出奖团队的肯定。今年咱的主题是永续发展，主要就是咱后代子孙的环境，嘛，互伊莫受到破坏。环保署原本就有足侪人群聚的所在，毋过无足侪人知影。所以讲，皇茶就是民间的创意，结合公部门的资料，来解决塑胶管产生的问题。想要解决问题，会使为家己开始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，就是一种方式。大家拢知吼，要互阮的环境更较好，社会更较好吼，这毋单是政府的代志，佫是阮大家人的代志哦。所以，阮嘛希望透过这个皇茶的行动哦，互大家拢会当斗阵做伙来向前行安尼。已经举办3年总统杯黑送，希望邀请证人做伙改变甲政府的关系，嘛鼓励公部门和民间合作，利用数位科技甲政府的资料做创新的运用。记者杨淑晴、张若水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